我觉得这个中山这边呢，对于这个自媒体真的是非常重视。传统媒体说我们叫这个内容为王，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应该是一个这个思考为王。我们在思考之后，通过提前的策划，然后提供一些好的场景给到自媒体，让他们来了之后就能获得流量。那么这样子其实就会更容易，或者说更高性价比的去打爆我们城市的一些热点。中山呢，它有一个很好的区位优势，包括深圳通道啊，包括离珠海很近啊，那么还有港澳，所以在这个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下，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好的去联动我们整个湾区的一些这个自媒体人，然后让他们帮我们中山一起實現一個破圈的傳播，把中山以外的人吸引過來。我見到中山嘅科技啊，特別咧都係火嘅，尤其是一啲高端嘅製造業啦。咁未來喺創業層面啊，我諗好多年輕人咧亦都會去考慮中山。咁啊，我啱啱有推薦咗個朋友上年啊嚟咗中山，見佢而家做嘅成績咧都做得好好啊。咁所以我希望鼓勵多啲香港年輕人翻嚟創業添啊！希望透過呢個香港同中山多度嘅交流或者係多度嘅合作，能夠可以更加鼓勵多啲人翻嚟啦。灣區嘅一個交通係互聯互通啊嘛，咁自媒體我預計希望啦，亦都係能夠互聯互通嘅話咧，就能夠讓到我哋中山能夠更加走出海。而家出海係王道啊嘛，係咪？咁當然內需我哋係吸引多啲香港朋友嚟到中山呢邊去消費買房，亦都係一個重點啦。